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求主你的圣灵恩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说的、让听的都被你的话语所激励，都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一主日，是乙年。我们教会的年历一共分成甲、乙、丙3年。甲年读马太，乙年读马可，丙年读路加，然后我们在四旬期跟复活期的时候读约翰。所以我们利用3年的时间，把4福音几乎完全读完，然后就配上书信，利用3年把书信读完80%，然后我们再配合旧约，大概读完60%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今年是读马可，那个马可是4福音里面最简短的，而且也是写的最早的。那这个短短的马可福音，他对于耶稣的讲道写的很少，没有像马太一样有5大篇的讲道。他也没有路加写到耶稣基督的出生，没有。但是他直言不讳，非常生动有趣的来叙述耶稣跟门徒坦诚的交往，那师生的互动非常美好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可是马可所写的耶稣是一个神秘的基督，很神秘，因为没有提到他的童年，也没有提到他的父母，甚至于耶稣也不容许别人随便的揭露他的身份，连魔鬼他都禁止他说出他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好特殊，马可福音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今年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身份才揭露出来，是带着神秘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将临期，所以我们将临期我刚才讲过了2个意义，一个是纪念耶稣曾来到我们当中，一个是仰望盼望耶稣第2次来到我们当中。那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13章，那被称为小启示录，是耶稣跟门徒提到终末。所谓终末就是世界的末日。其实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面对我们的死亡，那就是我们个人的终末。所以终末有2种，是普世的终末，一个是个人的终末。那今天读的马可福音13章33节到37节，是13章的结论。这个结论说明了那个末日一定来到，所以教导我们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刻，应当怎么样过着一个充满有意义、有尊荣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的解释，请我们来看32节、33节。耶稣强调末世一定会来到，但是他没有确切的告诉我们是哪一天会来。32节说：“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”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去探求到底哪一天来，那个没有意义，因为没有人知道。有人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说哪一天来，那都是假的，了解吗？一定是假的。而且有人被圣灵说：“主，我是基督，我来到你们当中。”这也一定是假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，了解吗？不会再从外面再跑进来。好，既然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，我现在该如何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的福音书一开始就点出这个结论：你们要谨慎、警醒祷告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来看34节到37节，耶稣就用守卫来做比喻。那我们的圣经翻作看门人，现在最好不要称看门人了，了解吗？
你知道现在不能讲工人，要讲什么？作业员，不可以讲推销员，要讲什么？业务员，或者行销人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一次在一个学校跟他讲说，那个看门的，他们矫正我说不可以，要讲传达室。我现在都改名称了，对不对？都改名称了。所以他意思就是守卫啊。举这个守卫的比喻，说这是有人，就正如一个人离开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他们当做了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。恐怕他来到，看到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好，耶稣讲这个比喻里有2个重点，一个重点是耶稣要再来，好像远行的家主，归期无法逆料，所以会在仆人毫无预警的时候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。这是罗马人对那个夜间的划分这4个，意思就是说耶稣随时会来到，所以这个守卫的人要警醒。好，第2个，他的比喻的第2个重点是，那个他家主要离开的时候，把权柄给他们，这个就让我们想起马可福音3章15节、6章7节，耶稣把权柄交给12个使徒，让使徒能够继续他的工作。然后现在相同的使命跟权柄也交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样了解哈？所以2个重点，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离开升天以后，这个荣耀的基督升天的时候，就掳掠了仇敌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上帝的恩赐，也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我们是上主尊贵的仆人，我们是一个荣耀的仆人，所以我们现今要忠于职守，善尽本分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就跟我们总交账，这个比喻。好，那个经文我们解释完了，我们来看我们来反省怎么应用这段经文。首先，我们先了解一个重要的教义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共有3种方式临到我们当中。这个来临是整个圣经的重要的名词，表明上帝要亲临人间。所以旧约叫做上主的日子，或者耶和华的日子。然后旧约的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代非常渴望，为什么？因为先知预报说，将来上帝要亲自来临。所以我们今天唱的那首歌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来临歌。他们被掳的时候痛苦，然后呢，唱的时候就很哀戚，最后说欢欣欢欣，就充满了把握，主会来临。所以这首歌呢，诗情的人要前面弹的时候是比较哀戚一点，到最后是很有把握。那唱诗歌也是前面的时候就很那种境界，然后最后转为欢喜。好，旧约的预言，先知的预言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根据这个预言，他们就渴望上帝的来临，救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困境中。这也是教会将临期所纪念的。好。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有3次来临。第一个是耶稣第一次的来临，那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圣子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，这跟他第2次再来是成为对比。第一次是在卑微的马槽里，第2次是荣耀的驾着云而来。第一次是生长在拿撒勒，然后被排斥。他受洗以后，宣讲真理，周游行善，医病赶鬼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赎罪，然后光荣的复活升天。这是耶稣第一次来临。可是第2次的来临呢，刚好跟他相反。第1次来临卑微，第2次来临尊荣。第1次来临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牧羊人跟天使知道。
第二次来临是普世人类都知道，连当时刺杀他的人、钉他十字架的人都在用从死里复活。换句话说，普世人都看见末日他光荣的来临。那时候就产生了两种果效，一种是对不信的人，他是一个审判；对于信的人是救赎的日子、救恩的完成。所以，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也是论功行赏的日子。过去我们都强调耶稣的来临是第二次来临是公义的、惩罚的，是讲得很恐怖。但是马可福音不一样，马可福音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神秘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一个神秘性的，会带给我们一个另类的恩典跟另类的恩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来说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时候被排斥、被看不起、被羞辱、被伤害，但是基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那个路加就很有趣。丙年的第一组是说，我们将来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什么面前，他旁边，我们要以基督一同作王，来审判这全世界。那时候整个的那个价值观跟体系跟整个权威相反。我们中间有人生病、软弱、痛苦，对不对？到时候都变成荣耀的身体，整个都全面得救赎。所以这是第二次再来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第二次再来不要再宣传耶稣来的时候，多恐怖、多恐怖、多恐怖。对基督来说是得赎的日子。所以路加福音说，我们要挺身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来了。这样了解是这个观念。好，第三个，耶稣基督在第一次卑微的来临跟第二次荣耀来临中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也有好多次很神秘性的来临，这是我们要注意。来，第一个，在主日的敬拜中，尤其举行圣餐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耶稣基督来临最典型的方法，因为我们圣餐是在什么？纪念基督的受死，庆祝基督的复活，仰望基督的再临。当我们宣讲真理的时候，荣耀的基督就在我们中间。上帝透过圣灵感动讲道的人，也感动我们听到的人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这时候感觉到主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，我们教会要建立一个敬拜的教会，施行圣礼，宣讲圣道，按时分粮。所以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主还没有来临以前，我们尽可能的把握住每一次的主日崇拜，这是我们领受恩典的机会。而且呢，我在大学一信主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观念说，上帝的道一宣讲出来，请问一个人听跟5个人听，那个道会不会被稀释掉？当我把烛光点燃蜡烛的时候，第二根蜡烛的时候，请问第二支蜡烛亮了以后，我第一支蜡烛会不会就消失了？不会。那再点1呢，越亮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信念说，如果我主日崇拜自己来，我觉得我浪费上帝的恩典，我一定要邀请人来。所以我每次主日崇拜以前，都到宿舍敲门，鼓励同学要来。我不想做单兵总司令，每次我一来的时候，后面就一大串人来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每一次主日崇拜领受神的恩典，不要白白的领受，尽可能邀全家赴会，邀弟兄姐妹邻里，然后礼拜6就跟他打电话，然后鼓励他准备好，然后开车到门口载他。我以前就是骑脚踏车载人来。我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没有钱买摩托车，骑脚踏车。你知道我曾经骑一个脚踏车载过5、6个人6次再来，然后呢他来聚会了，我就没有不载他回去了，叫他自己回去。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有帮助，我们教会如果愿意的话，每个礼拜都邀请人来，共同沐恩，沐在神的恩典中，共同享恩。然后呢，我们自己要先宣恩，对不对？把神的恩典宣扬出来。第二个，主临到我们身上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当我们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。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说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。”
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也要捆绑；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的天父必为你们成全。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很清楚告诉我们2件事情：当我们教会同心合意的祈祷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的参与我们的主日崇拜以外，第一优先参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。我们一起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，让上帝施恩怜悯我们。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因为上帝在天上预备了什么丰盛的恩典要倾倒给我们，而我们接的管道就是祷告。可惜我们就不想祷告，很可惜，更多人祷告。另一方面，请大家也为我们教会祷告。我们教会要成立更多的小组，小组的目的是彼此分享、彼此分担。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，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，然后彼此支持、彼此接纳、互相打气。小组的聚会是分享、是讨论、是共同的支持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网重重的教会，是一个支持网络的教会，是一个人敢把自己的痛苦敞开，那弟兄姐妹呢就怎么样聆听，就祝福，就肯定带导。让教会相爱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第3方面，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临到我们当中呢？是在我们培训门徒的时候，教导真理的时候。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你有没有发现马太福音的第1章18节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，因为经常记得说，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耶稣。然后呢，他名称为以马内利。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以马内利，耶稣第2次来临也是以马内利，中间的以马内利是我们教导门徒、培训门徒的时候。我希望我们教会明年能够开办门徒的培育学校，培育教会更多人都成为为主所用，灵命不断的成长，使许多人因为我们蒙福。既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应该渴望说：主啊，求主在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老师，而我们愿意成为门徒，学习不断的门徒的培育。第4个，耶稣临到我们当中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我们上主所讲的，当我们关心那些弱势的人，马太福音25章第4节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”所以，我们教会已经开办了制服艺人学院，使人因我蒙福。昨天我遇到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，他看到我很高兴，他说：“陈牧师，我们平基的基督徒的医生，我们已经协助了3个教会开办长照2.0，哇，那个教会帮助很大。他说：你们教会盖得这么好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你们愿意派执事同工来，我愿意把所有 know how 都告诉你们，然后怎么做，辅导你们上路。我们甚至会把医生派过来协助。哇，那太好了，这是恩典。哎呀，我上次到来台北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为这个祷告，一直为祷告，没想到那个院长亲自来找我，哇，那更好的机会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关心那些年长的那些人，关心这些人，我们来帮助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不能只关心老的，我们也要关心那些幼儿，我们也要关心小学。我们在祷告，我一个同学也是说，我一个同学在职官开办，他说我们的课5班有100多人呐、你们教会那么好，赶快办呐、他也是想说，你们来，我愿意把所有know how告诉你们怎么办。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人奉献了1年奉献了20万，然后呢开始要减了10万，最近他们教会说不用了，我们教会自己都把它 cover， 所以他们有100多人，每个礼拜1到礼拜5都来参加他们的
克服，然后给他们晚餐，并且帮助他们什么？帮助他们认识主。所以他们主日学呢，礼拜天就主日学就是100多人，好特殊啊！我们教会的场地这么美，可以这么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关心中学生的事工，所以让我们教会呢，常常看到主的同在。好，当我们知道主怎么样与我们同在，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我们过得警醒的生活。那警醒有2个原因呢、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开车的时候要警醒，尤其上高速路更要警醒，尤其大卡车什么车到我们旁边，我们更要警醒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基督要我们警醒的原因是，基督在临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所以随时来到。既然是随时来到的话呢，我们就随时准备好。那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唱18世纪跟19世纪的诗歌。18世纪的诗歌是查理斯·卫斯理跟那个诗歌，19世纪是福音诗歌。他们的诗歌有一个特色是，最后一节叫做善终祷文。比如说我们唱那个奇异恩典，或者唱那个查理斯·卫斯理的诗歌，或者你看哦，每一首歌的最后一节都是善终祷文。善终祷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他们每次唱歌敬拜的时候，都说：“主啊，我随时准备好要与你见面。我希望我见面的时候，我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在这世上没有亏欠人，没有留下未解的仇恨，未和解的仇恨，我也没有留下未完成的工作，让我能够见你的面。你说。”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我能够活在当下。我最欣赏的人就是那个创办东吴大学的那个卫理公会的一个教区长，叫做林乐之博士。林乐之，他死之前哦，是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把全家都叫过来。忽然他那一天哦，洗个澡洗得好干净，梳得好整齐，然后呢，把全家都叫过来，然后呢，也把他的那个广学会的同工，他那个时候办一个杂志，很有名的杂志，影响了谁？你知道吗？影响了孙中山，听过这个人哈？孙中山写的“人尽其才，地尽其力，货畅其流”，就是在他的《万国公报》登的，影响了梁启超，影响了康有为，影响了林语堂，多少人？他就把他的那个《万国公报》的同工召过来，然后就唱诗赞美神，就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。完了以后呢？他就缩腿，说我要睡觉了，再见。第2天就没有醒过来了，就死了。啊，死的时候呢，人家从那抽屉里面发现什么？他这个人忙得不得了，可是他没有一封信，他没有回的，全部都回完了。他没有一个稿债没有写完的，全部还完了，并且更特殊的是什么？他把《万国公报》预先编了10期。啊，然后呢，10期以后，那个印刷费全部都包好，了解吗？然后呢，他所有工人的钱要付的什么印刷费全部弄好，然后他睡着了，第2天就走了。这个人哦，被称为一生没有一根软骨头，没有一根软骨头。他当教区长，当牧师，又办《万国公报》，又办了中西女主书院。又办了中西学校，又办东吴大学，忙得不得了。他这样的容神一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将临期的意思是，我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，我活着的时候就负起责任，善用神给我的权柄，善用神给我的恩典，我就以恩报恩，以爱还爱，爱我周遭的人。我面对来是不知道哪一天。但是我活着的时候，随时交账，随时交账，这是很感恩的事情。随时准备好了，说主啊，一醒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以为我睡梦中会走，没想到你再留给我1天，那我就活1天，就做1天，做1天就乐1天，乐1天就准备移民到那一边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在将离期的时候恩待我们，在特别敏锐到主，你有4种的方式临到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恩待我们善于所逐入崇拜，
主啊，恩待我们善于参加祷告会，让主你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你在天上要捆绑；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你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共同来营造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也共同来营造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更共同营造成为一个关怀社会的教会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也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培训门徒的教会。愿主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满有主的尊荣，灵性不断的成长，满有主所赐的权柄，用这样的权柄跟能力恩赐去服侍这一代的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服侍了那一代的人，我们就在主里睡了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